中共爆发反清零的白纸革命，中共中央政法委11月28日下令，声称要对这个大规模抗议运动进行严厉打击。随后，多个省份的中共一把手开始部署镇压。11月26日至28日，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连续3天召开会议，对镇压提出要求，并声称要加强网络信息管理。乌鲁木齐警方从26日起开始了秋后算账，照指录像，按图索骥入室抓捕参与抗议和传播火灾视频的人员。11月2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也在会议上声称要把维稳作为第一工作任务。网上消息说，最早举起白纸抗议、开启白纸运动的南京传媒学院女学生已经被捕，目前与外界失联。中共已开始通过电子监控、人脸识别技术，还有安全部门、公安系统、武警系统进行全面监视监控，对抗议者进行一个个的抓捕。上海市随即调整了区域风险等级，63个主要城区被定为中共病毒疫情高风险区，这引发了上海市民的强烈质疑。有人认为，新一轮的封控是为了报复上周上海人在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11月29日，为了声援中国白纸运动，国际最大的骇客组织匿名者宣布展开白纸行动，攻击中共政府网站，骇入监视器，还公布了上海市警察名单和国安局长的身份信息。12月1日，匿名者已经宣布黑进了中共政府网站，并公布了上海警察的名单、上海党员身份证户籍、电话、广东省政治干部名单，以及上海市国安局长黄宝坤的身份证正面截图等。匿名者还表示，他们已瘫痪了黑龙江肇东市纪检监察网，控制了一些中共的安全监视器，黑了卫生部摄像头等，强调说，在中国人民实现民主和互联网自由之前，不会停止对中共政府的网络攻击。11月24日，乌鲁木齐市一栋住宅楼因过度封控失去灭火救灾时机，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事件引发了乌鲁木齐、上海、武汉、北京等城市的街头抗议运动，有100多所高校参与，并得到全球多国华人的声援。这场运动中，手持白纸是抗议的象征。匿名者在声援白纸抗议的同时，提出了5点诉求。第一，停止强制核酸检测和强制隔离，取消疫情政策，自愿检测、自愿隔离。第二，中国言论自由，不删帖、不封号，拆除网络防火墙，让人们看到真实发生在世界和中国的事情。第三，释放本次活动抓捕者并撤销指控。第四，放开护照办理，开放国门，出境不可劝返。第五，取消主席职务终身制。分析人士认为，这5大诉求正是当前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呼声。中国年轻人发动白纸运动是对集权的一种抗议，也是具有非凡勇气的一种表现。而匿名者公布作恶者名单，不仅对作恶者心理会有影响，还会让这些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也会在未来被中共人清算。在历经近2年的筹备之后，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首脑峰会即将在沙特阿拉伯召开。中国称这次峰会将成为中阿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等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峰会预计将在12月9日举行。在峰会期间，习近平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对路透社透露说，沙特已经向中东和北非的领导人发出了中阿聚会的邀请，预计会有许多阿拉伯领导人出席。目前，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1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去年，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3000多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3以上。此外，还有20个中东国家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在12月2日依据宗教自由法将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克曼斯坦等10个国家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这些国家从事或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在世界各地，一些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因人们的信仰而对其进行骚扰、威胁、监禁甚至杀害。面对这些侵害行为，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对所谓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的关切。人权组织和西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指责北京虐待维吾尔人和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进行系统性的破坏，将他们关进集中营，强迫劳动。美国指责中共的行为是种族灭绝。1998年通过的美国宗教自由法要求美国总统授权美国国务卿，将被认为以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方式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被指定为特别关注国。中国自从1999年以来，每年都被指定为特别关注国。